你不要伤感，也不要难过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好辛苦。你要为自己骄傲。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放弃你自己，但是你千万一定要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闪光点。你必须知道你一定是有优点的。你可能学得比别人慢一点，这怎么了呢？这不代表你是一个差劲的姑娘，这不代表你就做别的事不成。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吃力的时候，或者觉得说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是不是真的跟我的能力匹配？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，看到自己的短板，但是你更需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自己的能量。对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人，但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外部环境，入到社会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，甚至力所不能及的事情，说明我们被需要。我觉得被需要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只要不丢了自己，只要别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有的时候说长成大人模样，很多人觉得心酸。可是如果你一辈子只是一个孩子的话，也对不起有那么多人爱你，给你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可以孤独，但是不要说自己是患者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不开心的时候。我不说我是战士，但是至少我肩膀能扛点事。我觉得我挺棒的。进入新词汇环节，ต่อไปเราก็มาเรียนคำศัพท์กันเลย优点优点ข้อดี缺点缺点ข้อเสีย伤感伤感เสีย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难过难过เสียใจ觉得觉得รู้สึก骄傲骄傲ภูมิใจ所有人所有人หมดทุกคน别人别人คนอื่น吃力吃力เสียแรงเมื่อย可能可能อาจจะ环境环境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้อม能力能力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自己自己ตัวเอง需要需要ต้องกา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บางเทื่อ长成长成เติบใหญ่如果如果ถ้าถ้าว่า但是但是แต่ว่ามาฮอดนี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จบลงแล้ว ฝากกดไลค์ กด Subscribe กดกระดิ่งแจ้งเตือน เพื่อจะได้บ่พลาดบทเรียนต่อไป